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往来好食，嘛会当顾目睭哦。台仁科技大学甲妇婴病院上新的研究，讲这个肥门症的患者，逐工食100到300公克的往来，3个月后，超过50%的患者拢有改善。讲可能是因为往来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所以对视网膜的疾病真有效。这项研究搁来登就美国的科学期刊。芳甜交接的往来，互人看到强要流嘴烂。不过即马要甲你讲，往来除了好食，佫会使顾目睭。尤其是有肥蚊症的患者，由台仁科技大学医学系甲妇婴腹泻病院进行一项研究，就找388有肥蚊症的患者，往来连续食3个月后有惊人的发现。逐工食1片的话，54.5%的患者会得到改善；逐工食2片。62%的患者得到改善，逐工食3片，有69.8%患者飞蚊的情形有改善。这项研究佫登上美国科学期刊，食往来会使改善飞蚊症，因为往来有丰富的抗氧化维生素 C 加往来卡素，会减少视网膜疾病发生。凤梨还是适量食用，不适合就是过量吃太多这样子，还是会有一些高血糖、高血脂或者是脂肪肝的问题。营养师提醒讲，往来较甜，唔通食伤济，嘛提醒有肥蚊症患者，嘛都爱听眼科医生的指示，好好接受治疗，才袂延误病情。